退是幻想之地，拿來麻醉這代人做夢年紀。即使得3歲，亦能望穿做把戲，整天也睡眠，誰又有期望離棄？活到今天並非不離，然而捱到最攰時，亦未兒戲。找真的仙境，需要辨識妥細歪理，沉睡當作自願，太早洩氣，隨時可以入睡。如何及過得清醒有趣，留下做人，即使麻煩一堆，愛你先醒來才空虛，夢裏可厭世離世，但我想追人間的鳥居。你想好夢境之外，你要早睡。